梨園趣事第39集，古腔粵曲時代，冇雞尾曲嘅純粹歲月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又嚟到我嘅講故事頻道。今日我哋繼續講上世紀粵劇梨園嘅趣事。話說粵劇係中國舞台劇入面改革得最多嘅一種，尤其係佢嘅曲調同唱腔，真是一個日新月異嘅世界。喺古腔粵曲嘅年代，完全冇而家流行嘅雞尾曲，淨係得梆子同二黃兩種唱腔，聽落好似好單純，但背後嘅故事同變化，真是一個充滿趣味嘅梨園傳奇。今日我哋就嚟講講古腔粵曲嘅時代，點樣由純粹嘅梆黃曲，變成五花八門嘅雞尾曲。準備好未？即刻開講。首先講下乜嘢係古腔粵曲。喺上世紀初，粵劇嘅唱腔主要係梆子同二黃，呢兩種係粵劇嘅基本腔調，就好似音樂嘅兩大支柱。梆子腔比較高亢有力，好似武生同小武喺台上翻騰跳躍時配上嘅激昂節奏；二黃腔就比較低沉哀怨，好似花旦同小生唱啲感情戲時會用來表達內心嘅悲傷。嗰陣時嘅粵劇，梆子同二黃係分開唱，完全唔會混雜。試諗下，好似你食飯，淨係得兩款菜，一款係辣嘅，一款係甜嘅，唔會攞嚟一齊炒。咁觀眾聽慣呢種純粹嘅唱法，覺得好正宗，好有味道。喺古腔粵曲嘅時代，唔同角色都有自己嘅拿手曲目，而且多數係梆子腔為主，二黃腔用得比較少。例如武生嘅經典梆子曲，有班師、和番、陳情表、過江招親，呢啲曲目聽落就知係充滿氣勢，好似一個大將軍喺台上揮軍出征。小武有周瑜歸天，花旦有燕子樓、潛房夜怨，小生就更加多經典。例如西廂待月、佛祖尋母、寶玉怨婚、哭靈、桃花送藥、活腳有流沙井、曹福登仙，呢啲曲目都係當時名伶嘅招牌，唱出來真係聲情並茂，觀眾聽到拍爛手掌。至於二黃腔，雖然用得少，但都有啲經典，例如武生嘅夜出超關、夜困曹府、蘇武牧羊、白帝城託孤，小武有山東響馬、五郎救弟，花旦有吊影、焚稿、葬花、祭塔，小生有搏浪追秦，活腳有受戒、會妻，二花面有別姬。呢啲曲目真係一個比一個動聽。嗰陣時嘅粵劇真是一個純粹嘅時代。試諗下，一個名伶上台唱一首梆子曲，聲線清脆，字正腔圓，觀眾聽到如痴如醉，跟住轉場可能唱一首二黃曲，哀怨纏綿，令人聽到眼濕濕。呢種唱法好有規矩，每一首曲都係單一腔調，唔會混雜其他元素。甚至坊間仲有木刻版嘅曲本，將呢啲經典曲目印成書，俾戲迷同學戲嘅人參考。試諗下，嗰陣時嘅戲迷真是一個個專業樂迷，佢哋會好認真研究每首曲嘅唱腔，同朋友討論邊個老倌唱得最好。講到呢度，點解古腔粵曲會慢慢變？話說隨住時代進步，觀眾嘅口味開始改變，尤其係到咗上世紀中期，廣東嘅戲迷開始追求新鮮感，佢哋覺得淨係聽梆子同二黃有啲悶，想有啲新嘢刺激下耳朵。於是音樂家同作曲家開始搞亂，將梆子同二黃混雜起來，仲加入一啲新元素，例如木魚、板眼、白玩、小曲、時代曲、牌子曲。呢啲五花八門嘅元素一齊搞亂，就變成咗一個新嘢，叫雞尾曲。點解叫雞尾曲？因為佢好似雞尾酒咁，五顏六色，各種味道混雜一齊，聽落好新奇，好有層次。雞尾曲一出，
真是一個大革命。試諗下，原本一首曲只唱梆子或者二黃，突然間變成一首曲入面有幾種腔調，仲有小曲同時代曲嘅點綴，觀眾聽到覺得好新鮮，好似食一餐大雜燴咁過癮。例如一個花旦唱一首雞尾曲，可能一開始用梆子腔開場，高亢有力，跟住轉二黃腔，表達內心嘅哀怨，再加插一段時代曲，帶點流行歌嘅味道。觀眾聽到即刻拍手叫好，覺得呢個唱法真係好潮。不過雞尾曲嘅出現，都俾古腔粵曲帶嚟一個大衝擊。試諗下，原本嘅戲迷習慣咗聽純粹嘅梆子同二黃，突然間聽到呢啲混雜嘅新曲，好多人都覺得怪怪地，甚至有人話呢啲雞尾曲好似唔正宗，聽落有啲亂。但新世代嘅觀眾就好鍾意，佢哋覺得雞尾曲夠創新，夠刺激。結果明伶為咗迎合觀眾，都開始學唱雞尾曲，試圖博取更多掌聲。例如一個好出名嘅小生朱次伯，佢喺改唱平腔嘅初期，仲係堅持梆子同二黃分開唱。例如佢唱憶美係梆子曲，叫芙蓉係二黃曲，好有規矩。但到後來，連佢都要跟潮流，學唱雞尾曲，因為唔唱真係會俾觀眾嫌棄。講到呢度，我同大家分享啲幕後趣事。話說雞尾曲剛興起嘅時候，有啲老倌真係好唔適應。試諗下，佢哋練咗幾十年嘅梆子同二黃，突然要學一堆新嘢，仲要將唔同腔調混雜一齊，真是一個大挑戰。有啲老倌喺後台練雞尾曲，練到頭昏腦脹，仲試過喺台上唱亂晒，梆子唱到變二黃，二黃唱到變時代曲，搞到台下觀眾笑到碌地。仲有啲老倌為咗迎合新觀眾，會特登加插一啲流行元素，例如模仿當紅嘅電影歌曲，結果唱出來四不像，俾同行笑話佢哋係老土。雖然雞尾曲好受歡迎，但古腔粵曲嘅純粹，真是一個無可取代嘅經典。試諗下，嗰陣時嘅名伶，例如唱西廂待月嘅小生，或者唱吊影嘅花旦，佢哋用最簡單嘅梆子同二黃，就可以將一個故事嘅感情表達得淋漓盡致。呢種功力，真是一個時代嘅標記。可惜隨住雞尾曲興起，古腔粵曲慢慢變成舊曲，無再俾人重視。但係呢啲曲目同唱法係粵劇歷史嘅重要一頁，值得我哋永遠記住。好，各位，梨園舊事呢個節目今日就講到呢度。喜歡呢個節目嘅朋友，請你留言、點讚、分享同埋訂閱我哋嘅頻道啦。拜拜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